大家做来赞助吼，我先收下你嘛，你大家我这个好听，有够对无？有人提醒咱大家讲台语，咱就这个天天上上来目标，就是希望你来支持。好，大家早安，大家好。谢谢。哦，各位团员，而且我爱较细腻的爱讲台语吼。快歌甲迄个秀水。嘛感谢咱所有的团员吼，会当是每一届台语园区要举办活动，拢会当一遮吼，约逐个月拢来，一遮吼表演好听的歌曲，感谢我提拔吼到即马。足感谢大家。未来吼，我是共款吼，和指导局长共同来推动咱的这个。好啊，你看完就来观众。
三面的校长，这个是海部的校长，这个咱的电脑工会中华县电脑工会的理事长，好，我一个好，对吼，咱报道林立明医师，你唔知无？报道好大啦吼，你叫我站立，我唔敢坐下来，对啦，咱报来，这是咱。咱这嘴暗写写，讲台语，我爱你。若无讲台语吼，无讲母语吼，我就无爱你啊。吼，大家拢大家拢。你拢当作无了解，敢讲这是对阮的滋味？放袂记咱两人做去看过的风景，你讲希望阮一生袂欢喜。看着过去，理想甲阮在欢喜，敢讲这是你对阮的滋味？人讲可恋的相思，世间上难遇，甘愿用青春看你的绝情。渐渐看你，互看袂清，我爱情变动情，渐渐了解你看阮爱的人生。偷偷将你当作是阮笔记，可的心咱你放弃。不惊人批评，不惊人笑，阮我甲变多情。偷偷将你当作是阮笔记，到最换了阮心里。相爱只有水，相爱相依，一心靠讲爱情。甘愿
青春可你的热情，渐渐看你拢看袂清，我的情归动情，渐渐了解你我如的感情，偷偷将你当作是阮的记号，我的心在你同意。那小伯人哈，哎，那现在是非常好听啊。那个考试委员哈，杨委会杨委员哈，哎，大家好哈，今仔唱歌我算惊唱歌，我伫中学的时阵唱歌是无及格，所以你莫叫我唱歌就好吼。今仔足欢喜吼，我特别阮考试院的天津的科技员找到杨雅慧。特别报名来参加，主动报名吼，在场足多吼，咱本来今仔这个爱母亲所母语的活动是母亲节爱办吼，你当时疫情吼，疫情足严重的时阵，所以咱是拖啊今仔日，而且吼，虽然有经过2个月，杨雅慧吼，无甲你介绍尔。虽然已经过2个月，是祝各位哈，在场的母亲节快乐哈，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市长姚院长我们杨考试委员，我们吴检察官，我们文化局副局长各位好朋友大家好。讲台语啦吼，嘿哈。今日真欢喜来遮参加这个活动无法简单啦，讲话者，怎么个唱歌。烦恼啊吼，结果无唱歌，拄仔在练习一下吼。有影是爱讲台语，咱的教育吼，地方教育绝对爱甲母语、咱台语也连结啦吼。甲地方连结吼，才有感情。囡仔有感情，才会感恩，才会对咱的中华吼会回馈最重要的吼。如果这心吼，昨天嘛定咧讲吼，出家人吼点土点草拢爱。咱来咱故乡来贡献，所以咱希望咱中华关台语母语能够好好来教育咱囡仔感恩，然后会晓做人，会晓贡献咱的中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讲台语因为其实我细汉就讲过台语啦我当初大汉的，但是出社会了就较少讲但是应该是无问题啦。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咱的就庆祝的迄个当主长咱总统府之前咱我们姚嘉文主见，咱主任检察官吴检察官，咱的教育科技委员咱的杨雅慧杨委员所以咱出席的所有的校长所有咱下骹的咱的当处长头家甲咱的乡亲大家早大家好。歹势其实我莫占受一个时间因为等下
咱个厝顶要唱歌吼，所以互伊较侪时间来表演吼。我内底吼，我也是爱表达感谢吼。第一个感谢咱的关怀文教基金会，咱的董事长邱树光董事长，甲咱即个台语文创意园区吼，经营甲有声有色吼。咱所有的环境，所有的迄个教室吼，我诚清气，诚舒适吼，提供咱中华、咱中部吼，甚至咱规个台湾吼，一个诚重要的台语文的这个园区吼，今日来举办这个爱母亲讲台语的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吼。咱是甲咱的董事长拍鼓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今日预祝咱今日所有的活动吼，会当圆满成功。在座的乡亲士大贵宾吼，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收到迄个委员通知讲，咱遮会办即个活动啦。我想讲我遮久已经有差不多半年多无来过吼，看伊做了安怎吼，足感动的吼。我拄仔迄边坐一下吼，我感觉吼，我真佩服即个咱委员伊甲即个园区经营安尼真正有声有色啦，吼，做甲介好。尤其吼，我上欣赏的，就是迄个亲子馆，甲迄个应该是欢喜馆，做得足舒适的，来参加即内底的活动吼，一定会互咱的子孙吼，对咱台湾的文化吼，咱的过去的迄个历史吼，甲咱的语言吼，会加足侪迄个疼惜。我希望讲咱的园区愈来愈做愈好，大家希望大家拢会当有即款的希望我希望咱有一天吼，咱台湾人全世界大家拢会记讲台语我心内。
等待我心底。当你那回家跑，晚风为你走，轻轻地刷风吹向南方，就就来自由归。轻轻心来过，跑到脚面脚大声，阮的希望拢也伫遐。手边的鸟仔不是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一行。阮的希望为你每天都伫这，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说呀说呀说，说着咱的爱，打呀打呀打，打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藏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说你听阮的大声，等待日后为你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看着车轮打大声，阮的希望拢行伫遐。手边的鸟仔有时来偷听，听谈恋爱，快乐快乐的心情。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都伫这，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说呀说呀说，说着咱的爱，打呀打呀打，打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藏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
啊洗啊洗，洗着咱的爱，打呀打呀打，打着青春家己来，美美的滋味含着咱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风也真想你，风也真想你，我哪会无志气？爱呀消失你，情都来搭你，想你想你不知有啥意义。一个白暗夜，都有你的消息。我的感情予你放甲死死，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卖放你？手边要紧，我家己。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卖放你？想要放袂记，我不必讲到对十年。我的好，感觉是咱人的泪，不怕面对现实，放着几十年。
嬷的话，哦，这个故事吼就是足趣味的吼。这个阿嬷咧，哦，伊会想到讲细汉时阵，吼讲台语叫人处罚的这个故事，哦，可能在座吼一寡大哥大姐啦，吼可能都有经验过，吼。不过吼剧团吼是较趣味的方式，吼来表示讲母语的重要。大家好，人讲网路好水水，行路好脚腿。若要听火鸡伯的故事，就要靠演唱我这支嘴。啥物拢唔惊，向前行。你嘛帮忙，吼，路两啊，你是把啥？这合作看到希望。一个甲台湾科技射出去天顶的希望。火箭天顶会响诶，甲火箭射出去天顶，这敢是外国人的出头？我靠！搭着一个加一个，路两个，你真正是高正水家，唔知天顶有偌多啊！我是咧讲火鸡伯啊，用台语讲科技的故事。哈，台语啊，听我讲科技哦，你嘛讲看卖，我就唔信牛也无共水。好，你着一句一句用纸包，袂晓台语，你着唔通走。哎哟，安娜，听无走的啦。最近我拄好看到一支影片，有一个真厉害的火鸡伯啊！吴宗信老师，伊会晓用台语演讲讲火箭，结写白话字上对太空去。哇，爱是啥物千年妖怪，还是万年的人精？吼，当然嘛毋是，伊甲咱共款，是一个爱台湾、爱台语的科学家。讲甲火箭发射去外太空，但要开少济钱？当然嘛是爱啊！若毋是有真侪贵人家伊支持，恐惊伊的流水就无够食喙哒。哦，这是安怎讲？火鸡伯啊，为着研究火箭，已经无眠无日打拼10几年啊。毋过，却定定拄着崩溃代志，互人口说讲，因为也是无彩钱，转做一寡大机的冲天炮，咻砰，对无啊？小炮，对无啊？我哪会听到雾煞雾？代志毋是亲像讲人，你所想的遐尼简单。哈，你即摆是在讲啥物东东啊？啥是讲人？哦，无啦，继续。我是咧讲像一款良好的台语，听听3讲4老岁，应该做伙来关心火鸡伯啊，是安怎为台语奋斗30年。恩强，你安尼讲着毋对呢。就是讲火鸡伯啊，有着研究火箭，已经差不多10几年啊，是嘛？哪会想要搁变30年？讲互你捌，喙手好拍甲。哎哟，恩强诶，你头就已经剃一半，毋着搁继续讲煞落去。其实火鸡伯啊，伫少年的时，阁有一个梦。啥物梦？伊捌一个人教外国册传做台语的囡仔歌，希望每一个阿母，伫咧阿囡仔困的时，会使念互伊的心肝宝贝听。用5拍收入，也是5拍时间，大家做伙来救台语。这是毋是伊和朋友做的5拍加药计划？唔知搞，你哪会知？因为我是阮学校导师教的志工啦，老师叫我负责整理台语的囡仔歌，有风写对。哦，原来你嘛有听过哦。嘿嘿，到呾你才知。吼，大家看，大家紧来看哦！看啥啦？甲你报一个，你的月亮就跳上天。哎哟，无啦，好看尔啦，这个是你真大。好啦，想无你有咧关心台语的事啊？无台语的未来，就亲像阿公啊唱花话。阿公啊唱花话是安怎样？
爽在是酸，四点爽。啊，安尼咱唔就赶紧来哦，我准备精神，就让大家买当讲复杂的科技。无能诶，你真正互人听会热心呢。哎呦，歹势啦！你唔通甲我闹开，我到即摆也是野球队。在地和卫星拢是科技白来的帮，因是想要用在地加减影响一寡少年人，成做太空帮。哇，听到超感动的呢！科技白啊，这两个帮拢真正被咱学了。后摆我嘛要做科学家，甲科技白啊共款，讲台语，甲台语送回外太空。你实在真简单。好啦，有太阳无，你后不管飞偌悬，走偌远，拢袂使袂记你，咱会记咱的吧？真有啥物问题？我只台湾米，听台湾讲，当然嘛爱讲台湾话。而且老人煞气。我听你有讲到句话咯，真彩咯，刚彩咯心。这内底有一个字叫做心，这个心哦是爱合喙，你的喙就合起来，伊叫做合吞音。你若讲无对，你若讲无对，就会闹风哦，就会臭灵丹。来，现场的，你甲这个心再念一遍，互大家听。心，就是安尼，好，来，较认真嘞。咱7月23号吼，第一份创意航空的上面课，咱要来正式表演，你唔通闹开呢。好，你两个坐去边仔咧，较认真嘞哦。老师啊，我看伊在做咧表演的这个飞机飞来的故事，实在真有意义，佫真趣味呢。我嘛足想要互我的囡仔哦，嘛会当看到这个表演啦。我唔对啦，拄则是阮咧排演啦，因为吼，我咧照着飞机飞来的故事哦，要互大家人吼，提醒大家讲母语的重要啦。讲母语也着爱提醒哦。迄是当然的咯，咱今仔日遮尔无简单，才有讲母语的这种观念呢。其实哦，咱咧读到到着伫2000年哦，就甲2月21号定做世界母语日啦。伊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全世界的人保存家己的母语，把咱的文化传承落去。老师啊，什么是世界母语日啊？世界母语日哦，22日世界母语日，咱个故事爱讲为1952年的2月21号，有一个国家叫做孟加拉，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巴基斯坦。这个巴基斯坦的人伊较阿白，伊叫孟加拉的人无论如何都爱讲因的话。孟加拉的人伊唔肯啊，所以就行上街头抗议。人迄天的人哦，定一寡大学生甲民众出来抗议。伫孟加拉的所在哦，结果巴基斯坦派军队，佫有警察来甲因街头扫射啦。哎哟，夭寿哦，有死人无？哎哟，你想嘛知？一定是有死人的呢，现场有5个大学生就死伫咧遐啦。这个代志吼，就发生变做国际事件。逐个人吼知影这样代志了后吼，足愤慨。结果到尾啊，孟加拉就伫伊的首都叫做达卡，伫迄个所在吼，起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伊这5个纪念人士啦。联合国啊吼，所以就改定做2月21号。就是世界母语日，互逐个人知影这个故事，互逐个人保存家己文化，甲咱的母语保调的意思啦。原来是这么有意义的日子哦。讲到这哦，我就想到阮较早佫真正袂使讲台语呢。若讲台语啊，讲佫去互罚钱啦。有遮严重哦？嘿啊，我是捌听过啦，Google 内底嘛捌 Google 过啦。毋过哦，我实在是伤少年啦，我毋捌拄过。是安尼哦。嘿啦。好啦，你毋捌拄过吼，我就来讲互你听啦。这话吼，若要讲透起哦，我目屎哦，我都飞袂离啦。这吼，对我讲啊，我来讲起啦。要讲起哦，好，你留咧遮甲我讲互大家听啊，我来去无闲啊，学生仔等我排练，请哟，遮好听，我无时间听啦。各位朋友啊，你要听无？好，我就讲互你听啦。
若要讲互你听吼，规气用演的啦，大家继续看落去啦。2、1，1、2、1，你搞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长眼啊？还敢撞我啊？你莫名其妙。有观众啊，形象大家好，我是泰了。这位啊，就是我的随从，他叫做，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天兵。天兵啊，听到没有？就叫天兵啊，莫名其妙。我的名字简单了，我的名字就一个字。来，我叫什么名字？来看我的外表。帅啊！我是很帅啦，不过人嘛要低调，我不叫帅。来，再提示一次，枪，哎呦，跟得上时代哟，枪，不是枪也不是雀，我的名字啊，提示一下好了，就一个字，有2个口，2个口，回，哪那么简单啊？脑筋急转弯一下好吗？2个口。长官，我知道。什么？哭。我哭你个头啊！哭。2个口啊。官儿，没错，我的名字就叫官儿。俗话说啊，一个官2个口，我说了算。至于我是什么官呢？我就是这个头衔自己说就不好意思啦，要低调。来介绍一下，我是什么官啊？是爱说国语检察官。没错，我就是爱说国语检察官。我们到各个学校去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推行国语。那成效如何呢？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报告长官，目前成效非常的好，只要学生说台语就要罚钱，所以家长跟学生都非常的配合。没错，说到罚钱大家都害怕了吧？没错，我们叫贯彻我们统治者的理想，要推行国语，不准说方言。但是这个口说无凭观众不相信呢。长官，这个我有准备，我录制了一段 VCR，来，长官让您瞧瞧。是3D 的吗？是4D 的。4D 的，太棒了，更有临场感了。来，看一下。什么是巴豆妖？它是什么妖怪？你能念大声一点？就巴豆妖啊！你说台语要罚钱，要罚钱，要罚钱。我哪有说台语？我只是说巴豆妖一种妖怪呀。报告老师，10晚同学讲台语，然后台语突然肚子饿了，快处罚他。主管同学，你怎么可以讲台语呢？这是不对的呀！你不爱国，不爱国，不爱国。对，你已经违反规定了，你需要被罚，把钱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可是，这是我每天去在番薯业去喂猪挣来的零用钱呢。拿过来就对了。你这样看我说台语，对了，还要罚半吨，我去拿水桶。你完蛋了！完蛋了！水桶挂好，给我蹲好，不准掉下来。同学。
好啊，请问你有什么贵干啊？哎，把裤哈，你可以把裤一下，那你的麦没有问题，拿个手麦好了。好 ，play。哎呀，哎，当哪呀？阿姨，你都唔在伫倒位吼？在那里。哎呦，我乖子，啊，你是做啥唔对哟？那是只咧活吃啊？阿妈，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说巴豆腰啊，就被处罚了。哈，巴肚枵袂使讲的哦。哎呦，去处理番薯处理，我吼食到吼，发生目睭发白白，食到遮老嘛唔知影讲吼，巴肚枵袂使讲的，吼实在有影气啦。老师啊，我甲我头壳人吼大便当来啊啦，爱食这吼就袂巴肚枵。奶奶，是人家熟完，违反规定，大家接受处罚的。他讲台语不行的。哈，讲台语不行哦。哦，我规工拢讲台语，我唔就逐工拢只咧学听。哎呀，奶奶呀，这是政府规定的，这样的学生学习啊才会进步，学业才会正常的。骗笑诶。你意思就是讲吼，讲台语会变误哦，爱迄个哦，讲华语哦，你看，人我拢讲台语，我就遮成功。阿妈，你快回去啦！是我不对，我不该讲台语的，我错了啦。阿妈，你快回去啦！不然哦，同学都会笑我啦。笑就好笑，我台去笑。我讲台语也无啥物唔对啊，台语是我的母语，我谁也袂使讲台语，讲台语有啥物对？可是这样我会被罚钱，罚到我们家破产啦。你不懂的啦，奶奶，真的不懂啊！我不懂，我就不懂。老师，奶奶在呛你哦。呛我？没关系，回头啊，我就写个报告，你们家一定是吃不完都得走，哈哈哈哈哈哈！奇怪吼，哪有迄种政府吼，叫人袂使讲家己的母语，这是背祖的行为呢。这种政府吼，了然呐！阿妈，你快回去啦，不然我们将要被罚到破产的啦。以后我的嫁妆都没着落了啦。哎呦，无咱不要卖嫁，咱老咧后家再嫁皇帝。不要啦，我要嫁啦，我要嫁那个军官啦。哎呦，了然哦！要罚钱！舒婉同学，水桶拿起来！各位同学，你们刚刚的表现真好，你们占勇于举报讲台语的学生，老师很高兴。待会儿我记嘉奖哦。现在我带你们去吃麦当劳。耶！我要吃麦香鸡，我要双层牛肉吉士堡，薯条。走，出发，我们去吃麦当劳。同学，学不会讲台语，老师说讲国语就是麦当劳。耶！哇，长官您看，这成效是不是非常好呢？太好了！哎，手机拿出来拍一张啊！我要做成果报告的。来，看镜头。耶！举高，莫名其妙。相信啊，不久之后，这个台语就会被消灭了。没错，俗话说得好，要灭其文化，必先灭其语言啊。对，才能重新改造认同，灌输我们统治者的思维模式。没错，这样一来呀，好好的推行国语，不讲方言，就会训练出像这一种不会思考也不敢思考的台湾人了。这样子啊，台湾人的文化就被我们给毁灭掉了。
笑啊！笑，我笑不出来。你还好意思笑啊？国语讲那么烂，嘿！好了，我们现在到其他学校好好的巡查巡查，看有没有好好的说国语，看敢不敢说方言。来，我们呼口号。哎，我好像最近需要吃银杏了啊！来，你起个头吧。哦，好的，我们要不讲方言，要说国语。不讲方言，要说国语；不讲方言，要说国语。哎呦，小婉啊，你安尼是咧创啥物啦？水桶啊，哪会放咧头壳顶啊？你家己咧摆啊？哎呦，你是咧创啥啦？无啦，我就咧演吼，我早细汉的时阵啊吼，讲台语去互看咧真紧啦。哦，是上只苦，敢欺负咱的小婉阿嬷。哦，欺负也是无要紧啦，伊根本就是咧欺负咱规台湾人啦。咱大家拢知影啦，你即个吼袂当讲国语，袂当讲台语，迄个时代性的悲剧啦。迄个时阵的政府吼，甲咱每一个族群逼甲最严重的，连咱的文化吼，连紧就甲放甲清气溜溜啦。其实吼，既然是一个族群的记号呢，伊是讲伊是咱的基本的人权，这内面有咱祖先的智慧，我们来去安排这个要记白啊故事，要互大家看好戏学台语。希望大家会知影，火纸白啊故事吼，伊内底精神，提醒咱大家，甲囡仔教育语语，学习语语，教育好势，甲咱语语继续佮传落去。咱这个火纸白啊故事吼，实在真有意义啦。是啊，这个你故事你若欢喜真欢迎你7月23迄天甲恁的孙仔、恁的大小拢带来，伫咧台语文创意园区，咱有一个正式的表演。迄天是周年庆啦，我会招你一间，互你看，欢迎你来啦。安尼看好戏学台语，安尼毋则是叫做一惊二顾，望哪会惊洗裤。安尼啦，咱就做伙来洗裤啦。对行来去，众朋友啊，做伙来洗裤啦，行。我头先讲的吼，感谢咱关怀台语剧团咱谢建设老师曾淑文老师还有李老师林老师。感谢各位乡亲，咱的长辈时代会当今仔日是咱的台语文创园区的周年庆来观赏阮这出阿嬷的话。阮是关怀台语剧团，阮的戏伫咧年底还佫有一个大公演哦，11月19，你就敬请恁来，欢迎恁来参加来看阮的好戏哦。看好戏学台语，你讲安尼好不好啊？好，来，咱即个要先感谢长期甲阮指导的就是青年高中表演艺术科的迄丁导演。咱特别要甲导演恭喜伊连续有5届得到教育部的艺文创作奖，伊拄啊好今年嘛佫得奖，咱佫用一个掌声来鼓励，恭喜恭喜！接下来咱要来欢迎台语剧团关怀台语剧团的团长，也就是总统副主席姚嘉伦姚主任。请伊甲阮讲话免礼。就是我的台语剧团每年的团员拢无同款，因为呢，我是咧训练学生，所以即马直接出去就换新的，所以每年拢有新的无同款的学生入来，这个老师拢毋捌毕业嘛，有时拢一直咧甲阮教拢每礼拜拜六上午9点是咱的这个剧团的训练室，伫咧排演室伫咧排演，拢请咱的咱的。这个黄导演跟袁宁带着袁宁，伊来遮甲阮指导。所以各位恁的囡仔若是要演
为想要演，要练习，大家嘛是会使会当来报名参加吼。阮的团无足大团吼，所以所有限吼，欢迎各位，多谢各位，多谢。接下来，咱来欢迎咱的光彩舞蹈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周董事长周姐姐，请。其实咱台语文创意园区，就是希望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展览，不管是上课，不管是唱歌，不管是演戏，不管是咱的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拢希望大家拢会当知影咱家己的台语、咱的台文、咱家己的文化、咱的价值。我想是用安尼，这毋是干那台语文园区的责任，嘛毋是干那政府的责任，是咱大家。家己咱共同的责任，安尼好唔好？好。讲台语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咱的这个水暗就有写讲讲台语我爱你。咱伫母亲节，咱就是讲家己的妈妈教咱家己的母语，不管是客话、原住民，还是台语，希望大家留听咱的妈妈。感谢咱的妈妈，请咱会晓讲咱妈妈的话，不管你是倒一种，请咱大家会记哩咱家己的母语，袂叫放弃。祝福咱大家，多谢多谢。来感谢公安副主任姚嘉文，咱来感谢关怀舞蹈基金会董事长吼周清玉。咱即摆台下顶的人员来鼓励，谢多谢，行嘞。我们周县长哈，还有我们姚院长的邀请哈，让我们彰化县文化局哈，我们的志工队哈、图书资讯队跟市表队哈，大家联合哈。平常有几位好朋友有在玩乌克丽丽，所以呢，特别呢，台语对，平常有咧算乌克丽丽哈，今仔特别临时组合啦哈，会歹势吼，啦，反正不给我再去再练啦吼，我吼无练就来插回啊，所以吼。讲电话讲吼，来好耍吼，大家来斗阵吼，来讲台语吼，推广台语吼，就歹势吼，若唱无好吼，是大家多包涵吼。但是吼，一定要我们家的志工朋友吼，我们热心的好朋友吼，来给掌声鼓励哦。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图书基金队的陈柏瑞队长伙伴吼，这回来今仔表演啦，好，感谢大家吼，谢谢大家，谢谢。我
感谢吼，咱第四条望春风吼。好，咱们下吼，分发标吼。
拢看影，伊就咧拢总去到车，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哇。在细汉年，春秋也满满是花粉过冬年，有人东，有人西，有人变无去，亲像我是亲像风，在阮少年时。花经过走去你，你是对倒去？为了笑阮苦，笑阮呆。我无花经过，头看无路。你渐渐愈变愈远。
上
上高迄粒星，亲像就是妈妈你，亲像就是妈妈你，亲像就是妈妈你。有时会被阴风有中，飞啊飞，愈远，有时予风来骗，不知。阮阿爸带阮去。放雨水，伊讲你敢知咱人生亲像风吹安尼过，过啊过，愈过愈远，看着的你就愈袂清，过啊过。通袂去，山起头迄双手。风吹呀吹，吹过阮细汉一直有的梦。风吹呀吹，风吹呀吹，
你的爱，甲阮坚强。感谢你的爱，甲阮包容。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予阮大汉。感谢你的爱，予阮勇敢。感谢你的爱，予阮顺爱。感谢你一滴阮的目屎。感谢你的爱，甲阮坚强。感谢你的爱，甲阮包容。感谢你的爱，甲阮付出关怀。感谢你甲阮一种爱。感谢你的爱。
做生老的我，有啊有啊有笑啊笑，有啊有你的梦，我啥来忘，咱的爱。谢谢，感谢哈，感谢郑老师，我以为，因此吼，等下咱就穿中到等吼，你就大个吼，咖啡爽，咱再来分餐盒吼，所以。有几件歌。
刚才哈，咱朱启林我们校长还有今天哈，咱今仔日哈，咱就当处长杨议长，还有我们郑老师，还有咱的王牧师，所有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谢谢。中华戏哈，每一年咱台语文创园区一只举办咱的这个母语的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办足侪年啊，有遐尼侪吼咱。所有咱的朋友吼，关心台湾母语传承的所有朋友，我是立法院吼，我嘛是同款希望讲咱的这个母语会当向下扎根做伙拼一只吼，先祝福今仔日的活动圆满成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谢谢。希望刘毅吼。为你回家爱你，你对你是土地公司，让你拜拜以后咱无言，
志工。是看多多这风老山鸟话，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为甲带伊拢西，这无传的没关系。真是看偌济，我感情依偎，我是一片快乐的志工队，为山为水为地。谢谢。大家。用咱的话讲咱的故事，用咱的舞唱咱的歌词，用咱的骨气讲咱的骨气，用咱的血汗补咱的文化，用咱的话讲咱的故事，咱舞唱咱的歌词，咱的运气，咱的运气，咱的血汗，补咱的文化。
家好。